7个长老，也是讲10个长老，啊，都爱一摆选10个。啊，执事有的教会若较规模较大，爱选20个执事，吼，啊，都爱用足侪头脑甲精神。但是上帝互咱福音界有一个特别的，这嘛是咱美好的传统，甲这个产业吼，就是咱同年选。啊，虽然改成有较无用小可，毋过对咱颠倒是较好。伊安怎讲？但每一年伫咧中级选举的时阵，就是一种重新激励的大会，一种鼓励弟兄姐妹服侍神，用神的心意来服侍他，回应他的呼召啊！所以等于每一次选举，我们就是重新激励一次。愿神亲自保守我们今天，我们前面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得到激励，也在后面我们一起要选举，也能很顺利的完成。我们在分享前，我们先来祷告。起来，主上帝，感谢你，温台湾、祝福阮，互阮领受你对天顶来的祝福，满满的恩典赏赐互阮。主啊，阮这时阵要领受你的话语，愿上帝你圣神亲自感动阮，互阮所领受的有上帝你的听伫阮中间。起来，父神，我们两堂联合在一起，不只是为了见证在主里面合一。虽然语言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的心意是相同的。我们领受主的恩典的渴望也是相同的。愿神透过不同的语言来激励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启示我们。愿神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通过这个中级选举，牧师要跟咱分享一个主题，叫做生命侍奉最美献祭。当然，这个主题就是对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圣经再来，咱足熟悉罗马书的12章第1节到第2节。咱拢知影，咱的组织做会，若不是上帝伊的呼召，我们会在这边一个群体聚集在一起。若不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生命恩典的呼召，我们不可能在一起。所以，一个基督徒团体，他如果没有从他们服侍神的那种献祭开始，我们就不能看到到底这个团体跟主耶稣的救恩有什么关系。那保罗呢，在勉励罗马书罗马教会，他用一个最重要的起始点，就是跟他们勉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是安尼讲，咱基督徒受呼召来到这个团体，有领受真多的关怀、祝福、带导，也是牧养。但是最终就是咱在思考，咱上界水的服侍是甚么服侍？就是对生命的献祭来做开始。所以，咱通分段对罗马书12章1节，保罗伫罗马书内底互咱的学习，咱就知影讲这款生命的服侍，生命的侍奉到底是甚么？互咱较清楚。头一句伊讲，我用上帝的慈悲劝恁，上帝的慈悲。那安尼讲起来是讲，他不是说用上帝的威严来命令你。上帝说：“我已经为你付出那么多，你不得不来回报我。”或是用上帝用他绝对的权威来辖制你，不是？他说以上帝的慈悲。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能够领受这个呼召的人，你就是因为被上帝的爱、被上帝的慈悲所感动，因为这样你愿意服侍他。所以这个就跟一般的我们知道人的团体一定要有一种人力的付出嘛，一个团队或是一个社团或是一个公司行号，甚至一个国家，人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呼召的模式不一定一样。基督徒是因为被神的慈悲所感动，
用那一种完全没有计较世上的物质价值的来回应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确认说，上帝的呼召不是因为出于你的责任，或是出于你的身份形象，而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怜悯跟慈爱。因为爱呼召我，就是愿意付出。我们知道这个爱的呼召真的很奇妙，要讲非常非常的深远。我们知道做父母亲的无怨无悔为儿女付出是什么意思？当父母亲看到一个儿女不听话，或是好像常常忤逆他，爸母若生气起来，拢会讲一句话，你敢知？讲啥？我是欠你我是欠你那这句话有点意思说，其实我不用做这一切啊，但是我为什么要为你做？养你那么大，你又不听话没得教坏艺术，我是欠你但是讲蒙讲，他还是付出啊，那就是爱，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神呼召我们也是这样子，因为他无限的爱，所以我也愿意尽我的能力付出，来接受神的呼召。那所以这个奉献，它不是一个交换。我们知道，在世上，包括其他的宗教，他们都有一种交换式的，神啊，你跟我保佑什么，让我得到什么，我再回馈给你。所以我们看到一般的寺庙很多金牌，对不对？那些金牌是交易来的，是交换来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难免会有这种心情了就是被社会的价值观所影响。但记得，我们奉献、我们服侍，不是为了交换，而是因为上帝藉由他的独生子主耶稣为我们死。他为我们牺牲了，所以我愿意为他而活。为我不付出了，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见证他所带给我的生命，那就是很奇妙所以，咱知影讲现代社会头路大家在看讲我的薪水报酬是好歹我到底有什么回馈？我愿意做那么多，对不对？我们就有讲说人力市场。那个是很精确的啦。那些猎头公司就很厉害，要看看这个人的才能多少，他价值多少，那个就是斤斤计较的但是基督徒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是因为我被他主耶稣的生命来救赎了，所以我愿意为他而活。当然我有我的软弱，我有我的不足，但是你的心意就是愿意尽一切。那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故事，就是玛利亚，她用真拿达香膏来抹主那她的门徒就一直在见怪说：哇，花那么多钱买那个拿达香膏，去救济穷人不是多好吗？干嘛都把它打破了，都全部倒出来了，要来抹耶稣？因为他的门徒只是看那个香膏的价值，但是玛利亚认为他的生命重新得救赎，再10罐、100罐的香膏都不能来交换他所得着的救赎跟赦免，所以他因为被神的救赎所感动，那就是基督徒献身服侍神的一个最高的宗旨，或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第二段。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就是奇妙了，是活祭，那表示不是死的。所以你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身体生命做活祭，这个就是全人的敬拜。因为他后面的经文说，这个是你们最好的敬拜。换句说，我们要敬拜上帝，用什么来敬拜？我们可以唱很好的诗歌，一个很美好、很棒的一个剧集但是最美好的就是因为你全人的献上。上个礼拜呢，我们我们的新楼医院的信务小组在楼下举办我们这个
幸福小组的聚会。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同工在分享，他是在分享祷告了不过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图卡，就是说我们台湾不是有这种习俗，就是抬地公抬地公，其实大地公愈大只愈好，感觉讲这个来献给因的神是最有诚意的最得祝福的但是迄只地公已经抬了抬好摆底下当然装饰了安尼美美的，但是呢，他的嘴巴塞了一颗柑迄只迄个低的嘴甲放一粒柑安尼听讲民间的习俗讲，你甘愿啦，甘愿就对啦，迄只猪甘愿死安尼伊就讲我唔甘愿嘛，无法度，互你掠去你搁硬硬甲我踢一粒柑讲叫我甘愿安尼。那这个是在显示上说一般普罗大众呢，他们在献祭的观念，他认为有这一只大猪公帮我献祭了，我一切的灾祸或是一切的难处都被他抵消了、消灾了，那我就会得到。但是这一只猪，他愿不愿意也不知道，用一颗柑来解决它。但是基督徒就不是这样子，因为保罗劝我们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活的祭不是像那只猪公死在那边而且他们那些拜完还要把它切开那个肉回去吃他们说那个祭的那个肉特别有益，应该不是营养，它特别有救赎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思考献身旧约的祭是死的啦，新约的祭是活着的生命，是因为你愿意天天为主而活，因为为神摆上。所以活祭的意思不是说把我的生命全部用完了、耗尽了。他说生命就是活出一个真善美的生命，或是活出一个信望爱的生命，是活出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最美好的献祭，是活的，不是死的。我们也一样，刚刚我们提到说保罗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最美好的最美好的一个献祭，或是一个最美好的敬拜。那换句话说，真正的敬拜不只是台上的诗歌，不只是台上的仪式，而是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活出对主的顺服。神愿意把你摆在哪一个位置，你不是先考量自己的方不方便，考量自己有没有能力，考量自己是不是能够负荷，或者说这个适任，而是说神愿意我这样做，有他美好的心意，我就顺服，我愿意试试看。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7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为你们的信心被浇奠。”保罗在勉励腓立比教会，他台语是讲，就伫因中间发光，亲像光在照世间。伊鼓励这些会友信徒讲：你要发光，发光就是显现出神在你身上那个生命的作为啦。而且他说，就坚守属活命的信息，那个生命的信息要坚守它，让这个信息在你生命当中见证出来。讲，互我伫基督的日通夸口讲家己无空空奔波，无空空着活。换句话说，保罗希望这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能活出这个生命，在他们中间来发光，把生命的信息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而不是口中所说的。所以他才用这句话勉励说：我若就用家己的血做点酒点酒祭，点酒祭啦蓝伫恁的信心所显的诫命，我蛮欢喜。换句话说，保罗愿意用他的生命一切来配搭他们这一群愿意为主所摆上的，他愿意甘愿，就是一个互相配对的。保罗说：愿意为你们做任何一切，是因为你们也愿意在神面前
他说我们要一起高兴，一起欢喜哈。那这一段是华语的经文哈，是用和合本。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换句话说，因为有这一群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用信心来献上，所以他觉得我配搭在上面是非常非常适切的。意思说，我们为你付出的一切是有价值的。弟兄姐妹，第3段他这样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它有既定的运转的理念，但是基督徒不一定要按照这个世界的继承的约定，或是习惯，或是已经被制约来的那个价值观。他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声音更新的变化的意思，不是说我都黑白想啦，我凊彩做啦，这世间做啥，我就调工做无同款的，不是这个意思啦。也讲意思讲，我的心意更新变化，是因为愿意被神所塑造。所以很多当长职的，很多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的，我们在9月初，我们举办了一个服侍同工的激励大会，哇！一呼召好几百位，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说，我被派在这个岗位，我被派在这个服侍单位，或是我派在这个小组，或是我担任长职，是因为我存着一个开放、谦卑、顺服的心，神愿意塑造我，成为这个方面的服侍的专业。我在教指数学。我在唱圣歌队，我在做敬拜赞美，我在操作机器，这些是因为愿意被神所塑造，而不是挑三拣四，觉得哪一个比较轻省，哪一个比较合我的利益，不是，因为你被神摆上。所以有人也许他在这个方面也服侍，在另外一个方面也被神呼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徒的献身一个关键点是，上帝在关心的不只是你做了什么，当然有做了很多美好的服事是神所悦纳的，但是他更愿意你成为谁。成为谁的意思是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活出主耶稣要我的样式。你有没有在这个服事当中感动人说，如果是这样，我也要来接受主耶稣？你有把你的服事变成一个福音的价值吗？你有把你的侍奉看见福音的真理传播吗？所以意思是说，你做了很多，但是曾经有人就会在服事上会跌倒，他会讲一句，大家拢足爱听，足爱拄到的话，讲做流汗互人安怎？嫌到流汗，就是这个谁都会碰到嘛，因为你又不是为了钱来做，当然被嫌你会觉得不甘愿。但是为了主，我愿意活出主耶稣的样式。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最大的一个嫌吗？被人家嫌弃吗？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吗？保罗不是在很多服事的岗位就苦难比遇到的顺境还多吧？所以基督徒因为顺服了，因为领受了主的恩典了，心意更新变化了，所以成为主耶稣恩典的样式，成为主耶稣恩典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个服事都是比较注重成果啦，比如说量化我这个业绩要做多少我明年的成长率要多几%。但是上帝的服事是注重转化。转化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将你的服事看见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提升，或是使人因为这样来信主？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我们推动的幸福小组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哇！每一次要筹备一个幸福小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一群人从无到有，把它促成了，有的是几次的福音茶会，有的是7、8次的
一个幸福小组。那个无非不是好像你做那个打空气的事做那个好像没有回收的事，不是现在你也看见那个转化的价值，看见灵魂被得救收割那一种超越世上的成果的价值，是因为生命被转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更新的心使服事不会厌倦，也不孤单。你做一个长子，你做一个服事同工小组或是服事团队，如果你不是被神来更新你的心，你有一天会疲乏，会耗尽。我们说 burn out， 就是说都烧掉了，没力气了，或是甚至埋怨神。连以赛亚，连那个先知他们在服侍神的时候，都常常会遇到这种极限那以利亚传承给以利沙，他不是完全说我是一个完美的人才传承他也曾经经历过许多的挫折。弟兄姐妹，因为被神更新，是被圣灵所更新，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借由灵修，借由参加激励的聚会，从压力变成荣耀？我们常常会唱那首诗歌：葡萄要入榨，橄榄要压碎。这个他讲那个意思是说，你被历练了，你被操练了，心中有很多的愁苦，但是它最后会变成荣耀。我们也常常讲说，眼泪要变成珍珠，眼泪要变成珍珠，这是什么意思呢？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而是因为你付出了，有人生命得救了。昨天我听我们的密侦小组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有一弟兄他讲说，我就是因为听到某某弟兄做见证，他就说，那我决定要信主了，我决定要受洗了。那是多么奇妙的事！是因为神会借由某一个人的话，或是每一个人的生命见证，然后点出一个新的生命，那是多么奇妙的事！但是你不付出，你不更新，那就会枯干。弟兄姐妹，第4点是说，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意思是，咱要服侍上帝你有足多想法，对吧？比如讲，我音乐袂歹，我想要来做音乐。我做这样代志，一定上帝最欢喜的。但上帝讲，这个唔免你做，你去做迄。你感觉讲，敢对啊？上帝，你敢会看唔对去安尼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种事情你觉得我在这个岗位做得很舒服，或是做得很有成就感，但是神说，来，这个唔免做，叫你去做别位。你也讲上帝，你是看唔对去但是神的心意可能是这样子你在这方面已经有十足的恩典了，你要这个恩典让给新的人去学习、去侍奉、去操练、去见证。你恩典已经足够，来，你在新的一个领域来服侍神，那神的看见跟你的看见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要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是因为合神心意才是最好的侍奉。有真多来做牧师的人，伊拢会做伊的生命见证像夏牧师，我是从年轻就开始服侍没有做其他职业但是曾经有人他在世上很多不同的行业是做得非常非常的风光很显眼的，不是说他做不来了嘞。但突然间上帝说你来当牧师来服侍，全职服侍我。他会讲说，我当一个长老跟执事就好我也可以在我的岗位上服侍你。按神说你来这边。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看来，你觉得这个位置是理所当然的，但神说还有更当然的，这个够不错，来这个更好。那就是我们要查验神美好的心意了
所以真正最美的侍奉不是舞台有多大，而是你有没有合上帝心意的顺服。我们看见耶稣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主耶稣在面对挑战、跟试验或是试探的时候，他知道世间一切的诱惑，可能在眼睛看来是无法抵挡的，但是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要进行会员和会，牧师要与大家一起勉励说，长老跟执事就是生命的献祭。就像保罗自己所讲的，他是一个用生命当作活祭来侍奉神的。我们长老教会的平信徒圣职的架构，长老教会这个体制上，一个属灵的位分的基础，就是长老跟执事的职分。意思说，全世界所有的长老教会，就是有这两个架构，一个是长老小会，一个是长执会执事，是全部遵从长老教会规矩的，就是这样子做所以呢，我们的长老跟执事就是长老教会建构教会实践福音使命的根基。意思说，你这间教会也可以一大群聚集在一起高兴喜乐唱歌感谢主传福音但是圣职的架构是因为长老教会我们的前辈，这些前辈他们认为长老跟执事就是让一个教会能够稳定的最主要的架构。那已经实施了500年了那我们感谢主了富强教会得主的恩典，在长职的服事架构上增添了2个有力的翅膀，叫做双翼双翼的翅膀。什么翅膀？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长职的一个基础架构里面，我们生出了一个牧养羊群的区长跟小组长的服事。另外一个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的团队叫做属灵恩赐侍奉的服事团队。那是我们富强教会在这一群同工在服事神的一个经历上，或是在学习上，知道说，长职是一个好像母船一样，在远洋渔船有一种船叫母船，母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船里面具备各样的装备，然后到一个渔场的时候，他要派出船出去抓鱼，比如说抓那个鱿鱼，或是抓尾鱼，或是抓很多在海洋珍贵的这些鱼类，他要派出小船，然后派出去，然后捕获了，或是放下网，或是放下那个垂钓，然后就回到母船。我们富强教会有这样神给我们的看见，我们在长职的一个 space 上面建构了2只会飞的牧养的架构，跟服事属灵恩赐的架构。传统的长老教会，特别是中小型的教会，就是以牧师来当一个核心来 call 哪要做工就丢肉接书，几人一个位置，一个萝卜一个坑派完了，那就开始了。但是我们富强教会得神的恩典，在经过这20几年的转化，神让我们看见在这方面有初步的成果。但是长职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名位、一个称呼，而是因为他们这一群长职愿意在牧养上面，愿意在属灵恩赐的上面也都参与。我说这个不是2套架构恁中级底下阮底下不是，是中级来靠这个双翼牧养的服事的一起兴起神的国。所以换句话说，长职他一个名称是长老或是执事，但是他实际是从牧养跟恩赐上面去呈现他这个位分，他的长老的位分，他的执事的位分。
这个是很奇妙的。所以我们在明年庆祝50喜年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在这几年当中，我们得到一些恩典，我们希望藉由这样来分享给众教会，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说我们得恩典这恩典不分享给别人自己安尼自己独享也不好，这是个意思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说，自己长子的职分是活祭，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不求你的能力，他要求的是你全人献上的生命。那你说有能力是更好但是有一些看起来没有明显的能力，但是他的生命让人家感动以早咱台湾基督教会真侪伫庄脚的老姊妹还是老兄弟，你讲伊圣经读几摆读无伊唔捌字但是伊做的工就让人感动因为用生命在活出那个见证，活出那个服事。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摆上的时候，就是我的生命整个全人已经在神的恩典里面了。所以呢，这个服事就不是负担，不是好像累赘，好像额外的多加来的，因为那个是最美的敬拜，就是把你的身份、把你的生命一起摆上。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将长子的职分活出生命的献祭，看成是一个最美好的侍奉。我要鼓励或是祝福我们要今天要受选的长老跟执事。我们是说，长子的服事是迈向属灵生命成熟的途径，是赢得奖赏的教练场。我们通常在教会这一个属灵的团体里面，最常碰到的一个感受的是讲，牧师莫叫我做长老，莫叫我做执事啦，你叫我做啥我拢做。捌听过这句无？你拢叫我你莫叫我做长老，莫叫我做事，你要叫我啥我拢做。我若讲我就是要叫你做长老、做执事，你要安怎？你唔是讲叫你要做，你拢要做吗？我们常常会有一种自我的设限，因为我们知道长老跟执事是话无心呐，话无心。我若无做无这个身份，我要做啥欢喜就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长老执事不是一个闲缺啦是讲一个在高高在上那个我们说薪水很高的职位不是。但是我是说，长老跟执事在属灵的这个路程上，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挑战，或是有人不顺服，或是有人不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嘿，微博心。但是我们也认为说，你不经过这样的历练，你的生命就不会成长。换句话说，基督徒团体就是人的聚集嘛，还包括接触很多慕道友嘛。你把人跟人的互动的接触这个挑战你不愿意接受，那你怎么成长？我们是把它放到一个密闭空间或是一个真空的空间，那做最安全的都没事了。是因为长老跟执事就是要被神所操练，去爱那个不完全的生命，去服侍那个还不了解信仰、不了解福音的人，那个才是长子的功能那个也因为你这样会遇到一些磨练嘛，一些苦难，所以我说参与长子的服侍，不只是那些职务上的负担我觉得是生命的操练，是成熟的关键。所以我们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担任长职不是为了什么名声跟地位，而是因为我要被神恩典所浇灌。因为你在这个职位上，神就会加添他应有的能力给你。你说我不用不用，说神那我也不用给你因为你不需要嘛。最后牧师要一起勉励的是说，我们迎接50禧年的关键，是因为明年我们要迎接50禧年了。我们今年在选举的时候特别强调说，我们是不是要能够有新世代的执事能够参与到这个服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变化很大的 AI 的浪潮来了。我们这一群以为我们能够跟上时代的人，其实都跟不上，你知道吗？
因为时代变化的太快太快了。我们希望有一群新世代的年轻人参与在里面。我最近看了一个资料很有趣，他在分析说，从1928年到现在，有很多世代被冠上一个名称有趣可以参考。他说1928到19451945今年几岁啊？民国24年大概90岁了这一群人是沉默世代，因为那个在战争或在民初的时代1946到1964，就是牧师这个时代，是战后的世代，叫做婴儿潮的世代。现在都接近退休，已经退休的这一群人，在台湾是慢慢要下舞台的这一群人。那第三个世代，1965到1980年是叫做 X 世代X 世代。然后现在慢慢进入电脑世代了，1981到1996叫做千禧年的世代 Y 世代，1997到2012叫做 Z 世代 ，ZAXYZ 的 Z 他说这个叫做数位原住民叫做数位原住民。然后2013到2024就是最近这10几年来出生的这一群人，他们叫阿尔法世代，又把它跑到 A 啦，那个 Z 是最后了，对不对？又跑到 A 来了。那他说这个就是 AI 原住民。也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你们连现在生下来这些小朋友，或是现在刚刚是国小毕业这一群到国中现在接下来今年开始了，2025到2039就是 AI 世代，叫贝塔世代。他说贝塔是接 A 阿尔法，就是我们希腊文的字母嘛 ，A B 来接 A。他说这个由拉丁字母转向希腊字母，象征人类历史新时代的开端。真的，我们要祝福我们富强教会，我们真的要看见说，这个时代是没有办法重来的，或者是说回到过去，那只有勇敢向前。最近不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政党很大的政党他们选出新的主席啦他的喊出来口号就是说要世代要交替没想到上个礼拜发布的他的重要干部哇，一个70几岁，一个78岁，他说总数要100多岁他就当然在评论，他说哇，你要世代交替不简单，你看还是要老的出来我们不是看好玩的我们是在想说富强教会安尼要安怎？富强教会讲要世代交替到尾少年拢徛伫边仔咧看。AI 世代，我们不得不接受。那这群 AI 世代的年轻人，或是刚刚我们讲这个 Z 世代的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已经不是我们长辈的人可以想到的。我们要让他们有一个舞台，或是让他们有一个发展出他们理想的地方。我们陪伴他们，而不是说不会，对不起，你们还那么年轻，教不出来不教。然后在这群老的再继续做，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理念，让50几年之后，一群年轻的新时代领袖，跟这一群已经有经验在服侍神的这一群资深的同工一起努力，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帮助。愿神赐福我们今天的选举，我们看见第一堂、第二堂大家齐聚一堂，心中的感动很激励。我们1年大概有几次是联合礼拜的。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同心合一是神所乐意的，而且是神所喜爱的，而且我们要一起面向新的一年度50几年重大的圣工的转折，不只是服事的转折，而且是一个教会成长的转折。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唱回应诗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这一个会员合会。我们也请同工开始来做预备。我们现在做祷告。亲爱的主管的上帝，感谢你，生命的侍奉名称真好听，总是无简单。
因为阮有软弱，阮有家己的想法，有阮的私欲，但是主你爱阮讲将性命献上，做活祭，专心服侍你，蒙主的欢喜，因为这是上好的敬拜。主啊，帮助阮敬拜，不是只干那限制的仪式。我们敬拜神是我们生命的摆上，我们生命活出主耶稣喜爱的样式，就是最美好的敬拜。而且不只限制在一个空间，而是在整个我们的人生的生活里，我们的市农工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生命的日常。神啊，我们要选出新的长老跟执事，我们求你赐福他们，让他们也是一个生命的服事，生命的侍奉，因为这个是最美好的献祭。愿神带领我们一起透过选举最民主的方式，选出神合用的器皿，愿你一起同工，迈向50禧年。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咱们来唱一条大家最爱唱的诗歌吼。